請關注幫港出聲嘅今日頭條，聽下嚟自香港嘅聲音。今日係10月28號星期二，幫港出聲即日快遞同大家睇睇加拿大夾喺中國同埋美國之間，遇上沒有最差，只有更差嘅情況。喺美國嘅掠奪之下，加拿大終於下定決心要同渣男分手。加拿大總理卡尼表示，要喺10年之內對非美國嘅市場出口額翻倍，創造額外3000億加元嘅貿易額。更加表明正喺度重新接觸中國同埋印度，亦都希望喺本週舉行嘅 APEC 會議期間同中國領導人會面。加拿大同美國好嚟好去，本來係最理想嘅情況，偏偏卡尼就俾自己人喺背後捅刀。加國安大略省製作反關稅嘅廣告，並喺美國播放，自然係激嬲咗美國總統特朗普。唔單止終止美加貿易談判，仲揚言要向加拿大嘅貨物加徵10% 嘅關稅，甚至講到喺 APEC 會議期間唔想同卡尼會面。成日都話世事沒有最差，只有更差。加拿大要同中國修補關係，本來就係十劃未有一撇。始終兩國由2018年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被捕起，積怨已經好深。可唔可以憑一次領導人會面就可以消除怨恨？的確係令人有所懷疑。喺唔確定嘅情況之下，加美分手唔單止係掟煲唔掟蓋，仲要伸佢一腳。係落小氣嘅特朗普招嚟嘅係恐怖情人嘅報復。就算卡尼展現能屈嘅一面，表示已經準備坐低同美方會談，但仍然係改變唔到加拿大前路未明、後有追兵嘅艱險情況。最壞嘅係加拿大恐怕要向特朗普獻上更多，先至可以化解呢位 King Trump 嘅心頭之恨。其實加拿大由前朝杜魯多開始，外交政策已經陷入咗最近之中，沒有最失敗，只有更失敗。中國厭、印度罵、美國氣，本嚟卡尼希望力挽狂瀾，扭轉過度依附美國嘅局面，奈何需要嘅係時間之外，半路又殺出一位程咬金，安大略省嘅省長福特，令到加拿大嘅求生之路越收越窄。當然，今日加拿大所面對嘅困境，全都係自己一手造成，但亦都令人思考，究竟所謂傳統盟友同美國分道揚鑣嘅時候，體面維持國家尊嚴之餘，又可唔可以全身而退呢？風蕭蕭係逆水寒，卡尼呢次亞洲之行嘅悲壯感，似乎亦都係映襯出加拿大嘅未來。